你这平时就住在菜亭上啊？哎呀，阿威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已经没有人会再针对我了，也没有任何一家报馆接受你的稿子了，所以说你对付我已经没有办法了，懂吗？吓唬我呢？哎，我可不是吓唬你，我是在告诉你，你还太年轻了，这个世道需要很多规矩，懂不懂？徐婆婆为什么送你点心啊？啊，不是让你放过我，是让我对你手下留情。还要和你这人有点意思啊？懂了吧？哼。哎，要说这徐婆婆呀，对我是真好啊，从小就把我当亲儿子看。她不识字，所以当我长大以后做了读书人，她真的是从心里替我高兴。我每写出一篇文章来，她就会给我做点心吃。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，这几个点你沾哪个边了？就你还叫一个读书人，好笑啊！阿威啊，哎，阿威啊。我知道，咱俩这个恩怨呀，不可能就这么了了。这样，我可以当着你的面发誓，我再也不会拿那些酒家的车马费，再也不会昧着良心写时评，可以吗？我知道，我这个铁嘴啊，不太光彩。我也知道我做的很多事情招人厌，也害你伤了脚趾头。但是我没有办法呀，我吃的就是捧这些酒家臭脚的饭，我的名利皆仰仗于这些有钱有势的酒家，我身在其中跳不出来呀。我也想重新做人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需要你帮我。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啊？研究新菜式，只有把新菜式卖给大酒家，才能有钱养家糊口，我才能算是另起炉灶。可以吗？你能不能说服我，我为什么要帮你啊？世人皆称食在广州，我认为这4个字的金字招牌，靠的是太史菜、谭家菜4大酒家，还有这些名厨一代代的努力。西园主厨八卦田师傅，大三元酒家的胡须鸾师傅，还有文园主厨妥当全师傅，他们都是在不断的努力啊，都是在不断的创新，不断的推出新菜式。如果你只按照菜谱亦步亦趋，那顶多算是一个好匠人。只有推出新菜式，推出名菜，才能真正的成为名厨，才能有自己的名号。这不仅是在帮我，也是在成就你自己。还有，你觉得徐婆婆为什么做一个同心连环呢？我认为她是想告诉我们，
粤菜的精髓就在于和字。我们说菜好吃，往往会说和味。好吃的粤菜就要搭配得法，食得合时，才能吃得享受。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。你们广州大酒家，不是一直在追求饮和食得的境界吗？饮与食讲究的是和与德，为厨者要坚守厨德。那什么是和呢？为食者要心怀感恩。所以，哎呦，恒文，你能把死人说成活人，你也别那么多废话了。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徐婆婆的这番心意，恐怕只能不辜负了。吓我一跳。我们去墓地看看兄弟们，把陈山河也带过去。是。彭队长，海关缉私队要伏击的人是你，他们是替你死的。彭队长，你这话我真没法接啊。缉私队要抓你，是因为有人说你正在走私。廖四六后来过去，是因为有人说你正在往船上送一份重要的文件。死人了，2条人命，满意了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装傻是吧？你伏击廖四六，为你父母报仇，那个局设的也不错。我要晚到一步的话，廖四六现在躺在这儿呢。报仇的事儿，我是想过，但是我放弃了。现在放弃啊？晚了。是晚了，可是我不甘心呐。我苦了10年啊，我学艺采药，好不容易今年有了转机。我跟红玉帮倒腾西药，我跟徐南路开了药房，我这眼瞅着飞龙在天了，我不甘心是这下场啊！下去之后，代我向你的父母问好。我死了不要紧，可是我是冤枉的，我根本就没给你们下套。当然了，你也不在乎，你无非就想弄死我，随便给我安插一个什么罪名。当年你弄死我父母的时候，不是也这样吗？你个仆街！你的嘴巴是真硬啊！我心里头没有鬼，我只有愧，愧对我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。我本来是应该报仇的，可是我放弃了，我舍不得马上就要到手的这些成就，我怕死，我斗不过你们手里这些枪。我躲了你们这么多年，我就是想踏踏实实过个日子，我有错吗？我相信你不敢再报仇了，但是你觉得我会养虎为患吗？这样，特侦队派发的
科尔特左轮手枪，射程50米，有6发子弹。我只开6枪，你现在可以跑。如果打不死你，咱俩的账一笔勾销了。跑吧。我不跑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已经5枪了，你说这最后1枪，我会有子弹吗？我求你了，给我痛快了吧！有些胆子啊，不愧是故人之后。好了，刘真，破子。奎哥，你变了。以前你觉得陈家是共产党，直接就过去杀了他们，可现在陈山河摆明了是陈家余孽，你却不杀他。民国16年的国共之争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，需快刀斩断，直接消灭其肉体才好。你是不是忘了，当年你放走的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呢？说不定早都死了。万一没死呢？万一变成比陈山河还厉害的人物呢？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我可不想有一天被涂了蛇毒的刀给捅死。陈山河每年都登寻人启事，不是也没找到吗？那就留着他，让他继续找。你记着，斩草除根，才不是草菅人命。要杀我太容易了，留着我图什么呢？钱，就我那仨瓜俩枣的。臭小子，你叫我来什么事啊？徐老板，来，您坐，您坐。我找您是，咱们那药生产怎么样了？把你手里的东西我看看。他们找我了，吓唬我玩的。谁吓唬你啊？匡庆奎。邝庆奎？我告诉你啊，邝庆奎是什么人我不清楚，
但是警察局特别侦缉队那可是臭名昭著。那倒方便我报仇了。人家自然有制约你的方法。你芳姐就是你的软肋，你可得拿定了主意啊！我找你不就是来拿主意的吗？不就你这种性子，我没主意给你。哎，行，我不拖累你，行吧？不是我一定小心。我倒不是怕死，我是怕没命给我父母报仇。对了，咱们那个药到底生产的怎么样？我还等着发广告呢。哎呦，我说你这个小子心也太大了吧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那种事儿啊？一颗没死，就得安身立命。新成本我算过了，就算是用正规的亏面，也有的赚。那咱就正规吧，别整天提心吊胆了。还得再走上级别，码头的关系得维系，得省钱。眼前最需要钱了，得发广告，广告最费钱了。还差多少？多少都不够。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发广告啊，钱越多越好。我仔细研究过，现在市面上最赚钱的就是唐十益珐琅丸和梁培基珐琅丸，这两家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发广告都舍得花钱。你要觉得好，那咱也做。这发广告得排山倒海，不能像是加灯油似的。哎呀，反正我不太懂。我想把咱这铺子抵押出去。我知道你担心生意垮了，铺子也没了。我仔细琢磨过，没理由垮掉，除非我死了，英年早逝。哎呀，又开始乱讲，大吉利是大吉利是。新药的名字叫合剂古方珐琅丸。合剂也让师傅高兴高兴。你师傅会高兴的，他做梦都想让合剂出名。我跟徐南路商量过了，他用南路药房占比3成，剩下的7成都写你的名字。那你呢？我得给师傅一个交代，我不要股份。那不行，这一切都是你搞起来的，你怎么能不要呢？我不能要。我和你说实话吧，仇家那边出了岔子，实力挺强，我这条小命随时可能都没了。哎呀，又乱讲！大吉利是大吉利是。我得替师傅把家业守住了。那咱什么都不要了，咱走，离开广州，走得远远的。换个新地方，重新开始，得多难呐！咱们2个从来都没出过广东，到了新地方，那水土不服，做生不如做熟。那也得走。你怎么不听我把话说完呢？我这不没死吗？他又没杀我，那就是有所图，图什么呢？无非就是钱，索性破财免灾，请尊门神。但是，我得跟你和药铺隔离开，我不能连累你。我不怕连累，咱们离开广州，躲得远远的，哪怕过苦日子也行。
咱们俩相依为命，再苦再难都能挺过去。我就是靠这个撑着的。你就等着吧，好日子马上就到了。快！这个房子啊，是小阮费了好大力气才借到的，没花钱，可以供我们排练。就是太简陋了。这样挺好的，一点都不影响排练。啊，捧面呢？哦，约好了，都是伶人工会里相熟的朋友，先以私人帮忙的名义，等正式租到场子演出再谈费用。那马上可以练起来了。行。其他租场子、排日子的事都交给我来办，再找一些商铺把戏飞什么的赞助起来。这面墙我遮一下，刚好买了今天的报纸。好呀，谢谢。哇，这什么广告啊？这么大手笔。丽夏姐、金石哥，快来看看。这整个头版都包下来可很贵啊。就登了这么一个字，这是谁的广告啊？这是你的广告？是第一个。哎，这广告太怪了吧？这是什么广告呀？人家能知道这是发了丸吗？你看，你别急啊，你听我给你细细道来。我打算用4天的时间在报纸的头版上登广告，头3天各一个字儿，合起来是他来了。谁来了？你看，你都好奇吧？那别人就更好奇了。第4天我就登，合记古方发了丸，由徐南路是著名医师徐南路亲自监制，这里边还有我的名字？当然得有你的名字了，你发明的呀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就得跟那个叫张锡纯齐名，那得多大的名声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可不想要这个名声。你必须得要，你得有这个自信。这只是你研究的第一种药，将来会更加精进。哎呦，我怎么觉得你拉我入股？就是为了想要我的名字吧？是借你的名字、名声、学识、威望、生产场地、分销途径，能借的我都借了，你接不接受啊？等这4天的广告登完，我的广告攻势才正式开始。我打算包下来全城所有戏院1个月的戏费，还有在4大公司的外墙上挂上条幅，从天台到地面，好家伙，30-40米高，那得多气派！还有，爱群酒店完工了，广州第1高楼，60多米高，不知道让不让挂，我得问问。哎，这可是一大笔钱呐！是倾家荡产，背水一战了。你不怕失败啊？不能失败。只要按照我的计划把广告给登出去，不出1个月，全城的人都知道合记古方发了丸。到那时候，就怕你这药产不出来那么多呀。哎，只要你奎宁管够，我保证产量。你认为？他来了。前天是个他字，昨天是个来字，今天是个了字，连在一起就是他来了。我的 boss 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 advertisement 广告，对，让我查一查到底是谁发的。结果我一查 ，very interesting， 很有趣，是我们财大气粗的老朋友。行，我坦白，这是我的一个小生意，我用奎宁做了发了丸。兄弟，你不地道，有好生意不想着我吗？之前没研究出这款药呢，把
话字还没一撇呢，我找你们干嘛呢？今天把二位请过来喝酒，为的就是这个事儿。咱们三个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。但是，把话说到前边，这门生意是我方杰和徐南路合的股，我没入股。为什么呀？你我什么身份？见不得光的，正经生意最好别跟我们挂钩。但是，该赚的钱不会少赚。怎么赚？按股啊，这事儿很简单。二位哥哥的钱我都存进了洋行，到了时间你们就去拿。来吧。这报纸这字怎么印这么大个？你仔细看，这些笔画上面都是小字儿，花了我不少的钱呢。和记大药房。来，干杯 ，for business。为了我们的生意，干杯！干杯！1937年7月7日夜，卢沟桥的日本驻军以士兵失踪为由，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，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。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。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，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。快！快！你们去八和会馆，他们今天要在海珠戏院筹款义演，去把消息采回来，各个行业都要派人去，好吧？赶紧找他们行业协会来，你们调整版面，把版面今天给我留出来，赶紧走，去，快点啊！哎，你怎么？蔡主编是吧？你谁呀？我是你的债主，是你们这家报馆今天的债主。我就不跟你上茶了，茶房今天也不上班了。我也不是来喝茶的，我听说今天头版的广告给取消了，为什么？您不知道啊？我知道什么呀？是谁要毁我的生意啊？日本人呢？哪个日本人？哦，对了，今天的报纸还没出，难怪你也不知道。日本人昨天，不，应该说是今天凌晨，在卢沟桥向我军发动了进攻，这是要打仗了。打仗有什么新鲜的？哪天不打仗？我的广告不能停啊！我们的头版必须要发表消息，表明态度，所以你的广告不能停。你信不信？现在我打电话把报馆给你砸了。陈先生，来，别激动，听我解释。你坐。坐不下。陈先生，这是日本人在卢沟桥燃起了战火，这是关乎我民族兴亡的关键时刻。那我们报馆是有责任、有义务在这第一时间向全广州人民报道这一重大新闻，呼吁团结抗战的。卢沟桥是吧？这帮子日本人，行，我给你让出一半的头版，但是你们的报馆得对我进行赔偿，免费给我刊登2周的广告，还有采访文章，行不行？哦，陈先生，这我能答应你，谢谢你的理解。号外了！卢沟桥发生激战，科技股份发了完支持中国手续啊！号外了！卢沟桥发生激战。报童来封报纸。号外！卢沟桥发生激战，科技股份发了完支持中国手续。拿起来！卢沟桥发生激战。我们支持守军，对，支持守军。什么？别给我回事！怎么回事？发生激战了啊！由著名医师徐南路监制，合记古方发冷丸愿与抗日守军共赴国难，好，支持守军抗战。
师哥，这样怎么样？师哥，你在看什么呀？哦，立夏，你先自己练，我有点事，先出去一下。哎，什么事儿啊？戏比天大，真的是大事。辉哥，你找我？哎，看见了吗？合祭古方发冷丸，支持守军抗战，让侵略者颤抖去吧。哎，咱们这小朋友聪明吧？啊，这就是他想做的买卖。是啊，这小子呀，一心只想做药卖药，忘记找他的弟弟妹妹了。咱们得帮帮他。明白。明白。家够乱的，看什么呢？来了，吓我一跳。北平，日本人在卢沟桥跟咱们打起来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来坐。我们厨师同好会也在想办法筹款。问题是我女儿淼淼现在就在北平啊，按她的性子，肯定会去前线。她不是应该在上学吗？是啊，可问题是，前年底，北平学生弄的一个129抗日救亡运动，她呢在广州带领其他学生游行声援，直接被中山大学给开除了。结果她索性就去了北平了。你说卢沟桥这件事情，他肯定去劳军宣传。这好好的学不上，瞎闹腾什么呀？说的是啊。哎呀，我恨不得现在把这丫头给我弄回来。行了，你就别操那么多心了。你先离这么远，你那手也伸不过去啊。你现在主要是啊，咱们把就近的事儿好好想想。咱们到底该怎么开始？对，先不说他。说咱自己的事儿，阿伟啊，我呢调查过你，你跟你师傅林北江9年，居然自学了中学课本啊，很好，好厨师就要有文化。看到没有？这些都是我搜罗来的，古今中外关于吃的书籍，你先把这几本书看了。这是袁枚的。随园食单，录有326种菜肴。这是明朝高廉的《饮馔服饰鉴》，还有《吴氏钟馗录》。南宋的山家清供、东坡豆腐，就在这里啊。还有，我没想要考状元。无知，腹有诗书气自华呀，懂不懂？你只有汲取咱们中国优秀文化的这个养分，你才能够吸收前辈们厨艺上的成果呀。你怎么才能？你别说这么多了，就说怎么做吧。
我呢，能帮你的就是从食材到割烹方法，从流派到历史渊源，都给你找到对照，啊，从而让你找到共鸣，找出灵感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让你用一道食材，比如说茄子，我给你一根茄子，你能给我做出什么菜来？我可以做鱼香茄子煲、咸鱼茄子煲、香煎茄盒、煎酿茄子。我还听说过有清蒸的，但是还没见识过。茄子呀，古称洛苏，又叫昆仑子瓜。啊，这边《饮馔服食间》里面就有一款茄子的做法，叫糖蒸茄。用牛奶茄，嫩而大者不去蒂，直切成6棱，每50斤用盐1两，拌匀下汤焯，令其变色沥干，用薄荷、茴香末、砂糖2斤，醋半斗，浸3宿，晒干还卤，直至卤尽茄干，压扁收藏。这还能吃吗？哎呀，古人的口味嘛，那肯定跟咱们不一样，所以要创新呀。但是你刚才说的咸鱼茄子煲、精酿茄子，基础就是我刚刚说的那道菜。那然后呢？创新殊为不易啊，既要异想天开，又要脚踏实地，还要不断摸索，增减五味，调控火候，然后才能拿出来让别人检验。接受谁的检验？你想让谁检验？食评人啊。不找他们，我要请遍全广州所有大酒家的主厨一同品尝，这叫一菜成名，一战成名。干不干？干！我今天晚上回去马上买茄子。不，第一站不用茄子，要用一道所有酒家经常用的食材。你只有用他们经常烹制的食材，研制出新的菜式，才能让他们心服口服。老谭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你这一刻让我真的有点佩服你了。阿伟，你都这么佩服我了，我还当不起你的一声师傅吗？可今天不是拜师的吉日啊！哎，对，不想了。那这样吧，你回去把这些书研究一下，有不懂的随时可以问我，咱俩一起搞出点名堂来。一约既定，万山无阻。好，真是太过分了。是就是，这次一定要好好筹划一下。是云家自己何鸿不辞啊！是他对我大中华的机遇，狼子野心早已不见了。对，组织场义演，准备做。你看看，现在各个戏班都争着要参加义演，你快点想想办法，怎么编排剧目，谁在前，谁在后。就按照每年岁末义演的办法来。各位师傅们也是想出份力吧？那戏单怎么安排呀？也按那个来啊。谁要是不满意啊，让他们直接来找我，就是我们伶人工会啊，负责码人码戏。行。啊，剧目也要请大家筛选一下，要有爱国情怀，贴合抗日主题。都演时装戏啊？不用，精忠报国、抵抗侵略都可以。好。哎，再说，那我师妹。哎呀，他就别想了，这有名有姓的戏班都安排不过来呢。他的戏班子叫红棉戏班，艺名叫红棉。那也不行，你想想，你师傅在，你师姑也在，让你们两个叛门而出的小子上台，不让大家笑话他们？再说，我师傅那脸皮你还不知道啊，厚得很。
那你四姑呢？她要强了半辈子了，她不要脸面的吗？喝杯茶啦。我师傅跟你师傅那个样子啊，真让我着急，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。我师傅啊，平时在我们面前啊，夹个皮包，挺着个肚子，看着挺威严的。见到你师傅，怎么了，累了？哎，你别这么擦，你再擦这样子脸皮都掉下来了。我来擦，来，过来，我来帮你擦。